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俄罗上帝。今日咱看到咱的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你看到隔壁兄弟姊妹的时阵，你有带着笑容来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做伙来敬拜上帝。咱来甲隔壁的讲来，真欢喜，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真欢喜，因为咱出世就是要来倚靠上帝，因为咱是有呼召，成做上帝囝儿，这是咱一生上大的福气。阿们吗？哈利路亚！所以咱伫咱一生的年日内面，咱不管经过什么款的日子，有快乐，有忧愁，甚至有拄着大的事，互咱一直感觉行袂过。但是上帝伊甲咱同在，就伫2000年前，耶稣基督伊就讲：既然劳苦担的来到伫我的面前，我就要互你得到安息。所以，亲爱的兄弟，咱属伫上帝囝儿的，咱的耶和华伊是伫万神之上，是万王的王。咱所倚靠的上帝是遮尔伟大，是遮尔有权能的时，你在行什么货？所以咱的心即时，咱完全来向上帝来拍开讲：主啊，我伫遮，我全然拢要交伫你。我的身躯的病痛，我的厝里的人，我一切求上帝你进入到伫我的内面。我现在拢无要烦恼，我就是要来敬拜我的上帝，因为伫遮上帝你是上伟大的。阿们吗？所以咱要全人来敬拜伊，无需邀请咱起立。咱每一个拢起立，咱要用一个真正是敬虔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咱要来敬拜伊。透过直播在看直播，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犹原欢迎恁做伙来伫直播头前，甲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伫咱开始咱在聚会的时阵，咱拢甲咱的手机收起来。因为伫这个时阵，不是手机上大的，是咱的上帝上大的。所以所有的代志拢放下，咱完全自在自由来敬拜咱的上帝。阿们吗？阿们哈！咱这个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三甲来祈祷讲来。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下面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甲隔壁的人讲，咱要欢喜来学罗咱的上帝。咱要欢喜来学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我心
花，咱充满喜乐。耶和华靠耶和华，咱的祈祷，主会听，会将伊的平安赏赐予咱。哈利路亚。上帝搁要领导，伊要复兴咱的国家，要复兴咱的教会，伊搁要复兴咱的生命，伊要将伊丰富的生命、丰富的恩典，要赏赐给咱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心永远跟对你。
耶稣基督，伊是带有困难。耶稣来是要除灭这个魔鬼的作为，而这个世间一切这个黑暗的势力，靠着咱耶稣的名，咱要来宣告，要除去这一切。这个是无想要摇衫咱的正兄姐，既然咱到伫上帝伊面前，咱拢有福气，就是摕着主互咱的祈祷的权柄，会当来为着咱的国家祈祷。阿们吗？咱徛起伫即个所在，咱感谢上帝，互咱伫即一年拄着全世界即款的疫情，但是上帝伫全世界内面特别固守咱台湾即个小岛屿，因为伫遮有侪的基督徒举手伫遮不断40天、50天一直为着咱台湾祈祷。上帝疼惜台湾，就是疼惜每一个百姓，就是疼惜每一个你。阿们。咱拢是上帝恩宠的囝儿，所以咱要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咱保守，互咱的国家特别伫政治的顶悬，上帝伊的公义伫咱的内面，上帝嘛保守台湾，保守任何国家的攻击。阿们吗？所以咱爱举起咱的手，因为平安是在伫耶和华的话，所以咱爱靠着耶和华的话。咱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咱台湾有那平安，搁互咱台湾的人民，咱的心拢要福到转来归向伫耶和华上帝，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国家行伫真理内面。阿们吗？咱举起咱的正手，咱要为着咱的台湾，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哦，主，你是万有权能的，主啊，你听我的祈祷，你讲阮求你就听。阮信就得到，主啊，你的灵伫这中间，就伫阮所有听这个内面。主，阮举手祈祷，阮为着台湾提名祈祷时，主，我要看见你怎样照着阮所祈祷来应允。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阮台湾对着这届疫情，你着平安，阮兄弟嘛对着平安。主，这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来保守。互阮的台湾遮，阮的政府来用上帝你的真理来引带，来带领阮的台湾，行上帝你所欢喜的国度，除去一切遮的罪恶，除去遮一切黑暗的势力。主啊，你保守台湾，继续成做福音的出口，将福音要传到伫世界各国。主啊，我知你是听祈祷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喝了你的名，哦，困求，这就是咱的困求，哈利路亚。
听阮的祈祷，主我将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主你看顾阮的心神，主我将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你看顾保守因的家庭，无离开上帝，甲上帝你永远建立迄个上美好的关系，互阮的兄弟姊妹每一摆的敬拜。每一摆伫因的家庭啊，读圣经、祈祷，拢诚做芳的祭，献伫上帝你的面前。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拍鼓而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这时咱要来邀请咱的诗班，今仔日因要带来诗歌，所以这个时咱邀请咱的诗班。来带咱献上咱上水的儿乐，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所听迄个姊妹，大家平安。伫透早的时阵，就当享受遐个水的音乐。这个就是要将荣耀来归乎咱的上帝。所以咱真多谢咱的利未诗班用时间来准备。因是真特别的一个团队吼。
透过因的做伙伫即搭遮不止培养真好的感情，嘛会当伫信仰的顶面互相来支持。我想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也因将上水的声音会当献予上帝。咱做伙伫遮将即个心的感恩、乐乐，甲因的声音做伙亲像芳芳的祭，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我相信咱嘛有即个荣幸，上帝嘛真欢喜，咱参与伫遮的敬拜。阿门。真欢喜，咱会当安尼来学乐伊。无论得时不得时，基督徒的咱，若会当唱歌学乐，若会当常常存着感恩、感谢的心来祈祷。我相信这对你我来讲，拢是伫信仰的生活内面真重要的基础。嘛对安尼，嘛会当激励咱更较甲主拿连结来荣耀伊的名。所以这时阵好毋好咱做伙请咱大家来起立。咱来宣告咱永光教会的宣言，预备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请坐。咱做伙伫今日早起来读一段的圣经节，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到第9节，以及13节到14节。咱会当做伙齐声来读来。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着听候被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安尼，因为自执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时要将国复倒互以色列吗？伊甲因讲。被所下伫伊家己原来的时甲期，毋是恁所通知，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话讲了，因在看的时，耶稣受举起上天。有魂指接伊，因就看袂见。已经入，就像因所住的楼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甲多马、巴多罗马、甲马太、阿列菲的囝雅各、甲西罗底的西门、甲雅各的囝犹大。这个人甲几那个福音人。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拢同心全无祈祷。阿门。哇，咱的白话语足水的吼，真文雅，嘛透过咱逐礼拜安尼来读，我相信嘛会当帮助咱对台语更较有水的表达吼。感谢主，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中心力量伫哪落吼？咱知影伫即届的疫情的内面，实在是对咱的生活有真大的一个冲击。这毋是地区性的，这是全球性的。对全人类现代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挑战。不止安尼，所以就一直在改变咱的生活。咱的生活的模式嘛，因为安尼受调整，不得不得爱有真济的限制，包括讲咱伫礼拜的中间，咱爱戴口罩，咱爱量体温，吼咱爱做消毒的工作，佮爱登记一下，互咱会当伫真安稳的即个环境内面，会当伫遮继续来生活。伫全世界要来讲，即摆上界幸福、上界自由的是甚物所在？台湾的吼，
全世界的人看到咱台湾，即马佫会当安尼拍拍照哇！伫即个安尼休困的时阵，逐位拢是大爆满拢塞车这真侪人，咱感觉真平常毋过真侪人，真世界真侪国度的人，拢真欣赏咱。毋过咱嘛知影，即个疫情真大来冲击全球的即个经济咱看对20世纪所建立的即个全球性的经济就伫即个21世纪即个时阵，干若偌久？较无一年呢，整个都拢拍破去互咱会感觉哇，人所努力的较安怎厉害都有当时一个冲击来都拢有可能规个拢毁坏去这我相信，互咱会当来思考。不但即摆咱看见安尼，咱台湾因为即个疫情的即个防治的方式得到全世界的人所甲咱肯定互咱即个限制小岛伫全世界嘛，像亲像浮起来安尼哇，真侪世界的即个头版的新闻新闻拢报咱台湾是安怎伫咧即个防治即届的即款的疫情其实来讲是真简单，毋是吗？就小小的一片的口罩就会当帮助咱小小一寡的习惯来调整一下，来甲伊建立起来，嘛，互咱就会当伫真即个自由、真安全的国家内面、环境内面来过一个真正常的生活。毋过咱嘛看见，因为即个疫情互世界的即个政治、国际的关系嘛有真大的一个改变。特别咱台湾拄入伫即个美国甲大陆的中我讲迄是三明治咱拄入伫即个中所以有真侪的挣扎咱看美国中国拢安尼在秀因的武器的肌肉所以不得不咱嘛爱家己来算算的到底咱台湾有几块肌安尼有的人会感觉台湾就真简单的就会导航总是真侪人徛起伫遮人讲无咯。过去咱是安怎拍拼过？咱着爱有即个斗志吧，咱着爱有咱的人格有国家等等遮的。哇，无共款的声音拢伫即个时阵来浮起来，总是无论安怎，就求上帝帮助咱，诚做基督徒的咱，伫即款的疫情，伫即款的世界的变化的中间，互咱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互咱看重咱家己因为上帝赏赐的每一个生命拢是极贵气的，每一个生命伫上帝的眼光拢是平等的嘛，对无？所以咱这会当互咱好好来思考。所以咱就在想讲，伫这个地表上，到底伫这个地球的顶面到底什么是上界大的威力？什么是上界大的威力？咱想讲，哇，是毋是迄个美国的迄个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哇，因是掌握全世界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所在，是讲因的军事的即个五角大厦，是讲因的经济的即个叫做华尔兹到底是安尼有人会讲无咯？即马佫有一个强势就是大陆的一带一路嘛这嘛是一个真强势的一个方式。有人嘛讲无咯？欧洲的欧盟，迄嘛是一个大的势力因为当时欧盟起来时阵嘛有人宗教家嘛在讲，哇，是毋是就是末世迄只龙？无论安怎，伫遮咱拢会当来思考，到底伫即个地球的顶面上界大的威力是对一个威力？是什么人所掌握着？兄弟姊妹，咱要用咱的信用，用真正现实来讲，其实咱若知影迄个答案。咱会感觉讲迄敢有影，拢会感觉讲敢有影。事实是有影。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咱好好来思考这个议题到底伫这个地球上上界悬的威力伫什么所在？兄弟姊妹，其实就是拄着耶稣基督的祈祷殿就是有2-3人做伙组织迄个祈祷的所在。就是诚做一个祈祷的殿，迄个祈祷的殿，若会当去经历这位伟大、大有能力、4个耶稣基督的临在，咱要讲，迄是一个
地球的顶面上介大的威力的一个所在呢？吼，咱会当对今仔日的这个题目，咱会当来思考。基督殿是人类啊，这个中心上介大的力量的所在，你有感觉有相信无？还是讲，你感觉敢有影是安尼？咱来试看卖吼，伫今仔日经文内面，咱做伙来思考。所以今仔日牧师就要提出，甲咱来思考，咱就爱伫即个关键的时刻，咱就爱把握掉咧，吼，咱爱相信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是临在伫咱中间的，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时刻。咱看耶稣死过活了后，有40日，有12届以上。显现，互真侪人看，哇！这些人看见耶稣就伫即个中间，40日的中间，就是咧讲上帝国的真理，就是咧传上帝国，互人知。嘛，透过40日对显现12次以上，互众人无共款的人看见，通互因来见证咱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死过活，是掌管宇宙的上帝吼。所以了后，咱看伊伫要上天的时阵，伊就召集伊遮个上界亲信的人，去到伫橄榄山的顶面。伊伫迄个橄榄山的顶面，咱看见伊有召开，伊有发表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个议题是关系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嘛是关系人类历史的方向的一个真重要的谈话，伫即个中间呢。哇！咱会当对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哦。耶稣安怎讲？耶稣甲这个伊的上界亲信的人，伊徛伫即个橄榄山顶的时阵啊，伊甲因讲，唔好离开耶路撒冷，着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听我所讲过的，无几日，恁就要领受圣神的洗哦。耶稣讲：恁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知影，当伊上天了后，伊的学生无有老师，无会当有一个会当带领因的，可能因就会死散去。总是耶稣甲因讲：恁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就爱听候爸所应允的。爸所应允的是甚物？哇！伊讲。行洗礼，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礼，总是圣神要来，要用圣神伊的灵要甲恁行洗礼哦。所以后来咱看，伫即个中间，耶稣其实就是甲因讲叫因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就是爱组织做伙来听候。因为爸有应允，所以因就爱有听候。所以伫耶稣上天的时阵，会当讲。伊最后的一个命令指示，就是因爱成立一个基督的殿。这个基督的殿嘛，真做咱历史历代基督的一个宣言啦。当咱做伙组织基督的时阵，牧师真感动哦。咱每一届礼拜煞了，咱的小组啦、牧区啦，咱就安尼真主动，会当做伙彼此关心，然后互相来带导，彼此来祝福。哇，这是真水的，因为你每一个若做伙的时阵，每一个小组做伙的时阵，你就爱相信耶稣就临在，因为这是耶稣应允的。每一个小组若做伙的时阵，你就爱相信，迄就是基督的殿，迄个就是基督的殿，迄个就是咱在执行耶稣要上天进前，互咱一个上介大的命令。这个命令影响全世界哦。这个命令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内面占着极大的一个地位，产生的力量是超过所有人所会当做出来的迄个威力的。这嘛是咱历代历史每一届咱组织要基督的时阵，咱就是伫迄搭遐宣言讲对，咱就是遵趁耶稣的命令，咱无离开，咱一只要听候爸所应允的降临伫咱的中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来了解，为什么这个基督的殿第一处遐重要？咱看就知影，因为就伫这个内容内面，圣经记载足清楚哦。
将这个人的名一个一个拢写甲清清楚楚，对无？哦，这就亲像讲，咱要入来的时阵，就爱签一个名，当然咱是疫情的关系啊，总是若是重要的会议，拢嘛爱安那点名，对无？哇，耶稣伫迄个时阵，会当互咱知影讲，伊甲即个最后的命令，爱设立基督的殿，看这是伊要离开世间进程上界要紧的。用命令吩咐的方式，爱这个百姓，爱伊的学生，爱历代相信伊的信徒，爱来做。所以因聚会的内容嘛真清楚呢，讲伊是同心合意，专务基督咧。因是同心专务基督，这就是整个咱看见基督的殿所表达出来应该有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上帝帮助咱。伫迄个真关键的时刻，耶稣要上天，伊要甲这个门徒分别来离开啊！伊毋是甲因讲哦再见咯，天年佮见面，毋是安尼尔哦。伊真清楚交代因伫地面上，因爱煞接耶稣所做的工作，总是要安怎当得到开达能力，就在伫因着爱真清楚，耶稣应允伫即个基督的殿，伊要临在伫即个中间。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的人，咱所会当深信的。所以，为什么会当讲基督的殿会当称作是这个地球的顶面上界有威力的一个力量呢？因为耶稣讲，就爱听候父所应允的。伊在讲听候父所应允的，毋是在讲听候父所要叫人送来的哦，毋是哦。毋是讲耶稣要送上帝要送你什么哦？无，咱注意看，咱就会当知影。伊讲啦，当圣神降临伫恁的顶面，恁就要得到快乐，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伊讲，当圣神降临伫恁的心上的顶面，这在甲咱讲，咱伫基督的殿，毋是要对上帝领受什么。咱是要领受上帝本身呢？咱是要领受上帝本身哦。安怎讲？这就亲像旧约内面，咱看旧约，上帝创造这个爱甸农园了后，就创造人类亚当夏娃伫爱甸农园内面，受着保护来享受上帝创造一切的美妙。然后咱看见亚当夏娃。因会当看见上帝的临在，对吧？会当甲上帝对话讲话，对无？不但是安尼哦，咱看摩西受调的时阵，伊虽然过去努力想要为着伊的百姓会当争一口气，总是后来伊不得不就做逃犯离开埃及，去到旷野流浪做牧羊40年久。80岁，上帝伊显现。上帝予伊亲目看见伊的临在，上帝用声音呼召伊。伊讲：“你是几罪啊？我要安怎甲我的百姓讲是送找我来？”伊讲：“你就甲因讲，我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我受持迄个。恁讲我是啥？就是我的迄位上帝，称作耶和华的上帝。”兄弟姊妹，摩西因为有上帝的呼召。亲目看见上帝的显现，听见上帝的声，所以伊较安那拄着困境，较安那拄着挑战，伊有愿坚持呢。咱看这个亚伯拉罕嘛是安尼，敢毋是？亚伯拉罕嘛是安尼，上帝呼召伊亲自对伊讲话，互伊知影伊受调的是几罪。伊受什么人所呼召来出来？那么看见以赛亚当王死的时阵，国家毋知迄个境遇，毋知会拄着什么困境的时阵，总之伊伫圣殿内面看见上帝的临在，对无？伊讲惨啊！我是有罪的人，佮住伫有罪的人的中间呢。哇！我是喙唇惊人的人，总是上帝透过车赛来洗清伊的罪。兄弟姊妹。迄款伫旧约的临在的方式，上帝透过伊亲自对人讲话，对人显现，
互人知影认捌这位真实的上帝。当伫新约的时阵，耶稣基督临在伫道成肉体，伫2000多年前，当伊要上天离开世间的时阵，有缘甲爸求爸啊，求你差派迄个另外一位保惠师来，通互我的百姓你所喜爱的来侵灾，咱是永远甲因同在的，兄弟姊妹。所以就是基督的殿，上帝就应允伊要临在伫迄个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你祈祷的时阵，你若会当深深感受，这位上帝就亲像徛伫你的头前，坐伫你的頭前，在聽你的祈禱。那安尼你的祈禱會當更較真實無？會袂？一定會當更較真實。而且你的祈禱會當親像摩西因安尼真清楚，哇！是上帝應允我，是上帝呼召我。兄弟姊妹，這就是伫咱這個世代，上帝設立的一個甲伊同在、伊臨在的一個具體的一個所在，就叫做基督的殿。兄弟姊妹，伫基督的殿有上帝的臨在，阿門。對，伫基督的殿確實有上帝的臨在哦。所以，過來，咱就會當看，就是基督的殿，咱會當看見迄個上天的基督，咱就會當畫出迄個榮耀來。哇！這是何等一個值得咱歡喜的。當咱若會當更較體會，一個真重要的關鍵，就是牧師過來要講的，你就會當知影，哇！咱的基督是帶着足有氣力的一個應允哦。好，咱看咱的主要上天的時陣。對這伊所親信的人，甲因命令應允了，這個人呢，就安那因在看的時，哇，耶穌就被提上天哦。吼，聖經有記載講，有魂就甲伊指接去，後來因就未看見伊。哇，就伫這個魂指接耶穌的迄個當時，你就會當想象無？即使你我，若佇迄個現場，咱會安那？感覺足戇影對無？哇，遐奇妙！耶穌竟然就被提安尼上天去。兄弟姊妹，這毋是神話故事，這是真實的事呢。所以咱深信聖經有一款的記載，就是咧表明一個真重要的代志，會當互咱知影，咱就會當相信講現場的人看耶穌被提的時陣，是毋是有人會想講？愛是被提去倒，吼！伊上天了，到底是去倒嘛？對無？吼！講上天去就無去嗎？那咱人親像有誒真濟人講，死煞嘛，就無伊啊嘛，吼！毋過敢是安尼？閣毋是咧，吼！咱嘛知影，咱的靈魂有歸屬，總是耶穌是被提去哩哦。檢查咱嘛會當問講，耶穌安尼是被提去到佇倒了？兄弟姊妹，感謝主，聖經有真清楚記載，互咱知影哦。迄個上天的耶穌，就是去到佇天頂，伊所設立的基督殿，就是佇上帝的正平，佇遐為着咱祈禱呢，對吧？到現在，伊有緣佇迄搭上帝的正平，佇迄搭遐繼續伊的基督殿，佇遐繼續為着咱祈禱。伊伫地上的時陣，伊有設立真濟的祈禱殿，對無？伊有帶這學生的祈禱，伊有嘛家己帶2、3個去到佇曠野，去到佇克西馬尼園，佇迄搭遐會祈禱。伊嘛有家己一個孤單，家己一個佇曠野內，佇山頂，佇迄搭遐建立伊家己的祈禱殿哦。所以，若安尼，咱就知影，伊現在上天去到佇上帝的正平。伊伫遐繼續執行伊的基督殿，安那要會當去證明，因為伫羅馬人書第8章27節，伊就安尼講治罪會當定咱的罪啊。有基督耶穌已經死，而且對死閣活，現在伫上帝的正平也替咱祈禱，阿門。是，所以若是安尼，咱感謝上帝哦。迄個上天的基督，
寄到伫天顶的所在，伊伫遐建立伫天顶的基督的殿，就真做一个上界有力量的一个中心。伊发出会当左右整个宇宙历史、人类历史一切的影响力，就是伊伫迄搭遐会当发出伊创造的气力，嘛会当来执行伊管理的能力，通互咱互伊甲地面上这个基督徒的基督的殿连结成做一体哦，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的时阵，咱所爱清清楚楚看见的。咱伫地面上建立基督的殿，每一届进入基督的时阵，咱爱深信天顶的耶稣，就是迄个当时，伊也为着咱进入伫伊天顶基督的殿。咱在祈求，伊伫天顶也伫爸的面前为着咱祈求。安尼，你看，你的基督的气力，就毋是因为你家己外头祈祷咯，就是因为你相信你的祈祷是谦卑跪落伫上帝的面前的。所以我的祈祷是会当透到天庭，甲耶稣基督为着我的代求，为着我听我所发出伫爸的面前的祈祷，就连结做一个。兄弟姊妹，迄个影响力伫地面上透到天顶，所以耶稣嘛讲呢，讲安那，讲恁若祈祷的时阵，恁伫地面上所捆绑的，伫天顶嘛要捆绑伊，对啊？伫地面上所讨绑的，伫天顶嘛要讨绑伊。为什么是安尼？因为咱就才会祈祷，耶稣伫天顶也成就咱的祈祷，也继续为着咱祈祷。兄弟姊妹，有一届牧师伫灵修伫肃庆的时阵，上帝互我有一个异象。我看见讲哇，伫即个城市的所在，就是我去到较悬的所在，看见即个城市，即个城市的所在有真侪迄个亲像水管的对天顶安尼像一支一支落来呢。迄个水管大小几无共款哦。毋过我会当真清楚，伫迄个水管的内面有对顶面有流落物件对水管落来哦。迄个流落的物件，我看见的是气力，是能力，嘛是祝福呢。然后我真戆影讲，即个水管是去到底？然后我就看见伫地面上就是即个水管，每一支水管是连去倒去，连去遐个谦卑祈祷的一个基督徒的心上呢。迄是我即个异象大概是半年前下然后我一礼拜在准备即个讲道的时阵，互我搁回想迄个异象，哇！互我迄个时阵我真欢喜。原来我的祈祷是安尼，当我谦卑跪落伫上帝的面前的时阵，上帝就安那对天顶用一个好事安尼哇！水管就像安尼有形的水管就像黏伫我的身上我的祈祷的时阵，对顶面就有能力，就有祝福落来呢。兄弟姊妹，这个异象帮助我，更较知影讲哇！我的祈祷毋是对空气祈祷的，我的祈祷是耶稣基督所应允，也透过我的祈祷，更较侪会专务的祈祷，更较侪愿意用心来祈祷，我就会当对上帝领受气力，嘛会当领受伊为着我备办的祝福。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我这个异象就成做我祈祷的天梯呢。就亲像雅各伫必定里一般样，等于用石头看照，迄暗真可能无真好困，惊吓吧。总是心内面的祈祷，伊在困，总是心内面的祈祷，上帝听见，有天使涨起落来，伫天梯的中间。感谢主，这就是咱祈祷。上帝要互咱的异象，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深深去体会，咱的祈祷是带着
上帝极大的应允伫即个中间。所以，毋是咱的祈祷的殿，毋是咱永光教会设立伫一个副堂遐，哇！所以可能咱3礼拜、1个月，较来一届，安尼的祈祷尔，毋是哦。咱着爱相信，咱每一届祈祷，特别咱甲兄弟姊妹做伙祈祷的时阵，咱进入伫祈祷的殿的时阵，咱大心爱看见的是甚物？就是耶稣的临在，就是迄位上天伫天庭的耶稣基督。因为当咱开始祈祷的时阵，我相信耶稣伫伊的天里的祈祷的殿，伊嘛开始在为着咱祈祷，听咱的祈祷。所以咱每一届咱要祈祷的时阵，咱就爱深信，我已经开始地面上祈祷的殿，耶稣基督甲我同时间无同的地点，我伫地上，伊伫天顶。伫上帝的正平，就伫迄搭遐内底为着我祈祷。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原来咱一个真谦卑的态度，跪落来祈祷是何等的尊贵。咱有即款的身份，会当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伫迄搭遐来祈祷，伊来表露咱心内所有的一切懊恼、感恩、祈求。哇，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咱每一届祈祷，若是会当体会，咱有这款的身份，我相信，咱会更加乐意来执行这个身份。上帝伫咱生命的一个呼召，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我相信圣神时时刻刻拢在感动咱兄弟姊妹，因为咱拢是称作基督徒的。每一届有圣神的感动的时阵，请你会记住。就一定爱用祈祷做开始，无论想到的是好还是歹，是厝里的人、厝边隔壁，还是教会，还是牧师，还是中职，还是你的小组长，你第一个有迄个感动，想到人、想到事，你绝对着爱先用祈祷开始，就是你着爱随时进入你的祈祷的殿。我相信，这是对上帝来的感动。检采就是要应允你，会当甲伊做伙同工，成就上帝要做的工。检采就是上帝爱你做伙同工，用祈祷来压榨遐个咱看见遐个毋是真好的代志，咱看见毋是真满意的代志，咱看见感觉会真惨切的事，咱拢会当透过进入祈祷的殿，将遐个交伫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爱咱所行出来，为着咱生命的一个呼召，咱所爱做的。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看见，既然属伫教会的事、服侍，无论是群体、场所，还是人，既然属伫肢体的关系，咱拢需要建立基督的殿。就伫基督的殿内面，咱要去看见。咱成做上帝所欢喜、同用祈祷的人，所以咱感谢主。咱的教会去年年底开始，咱就开始伫副堂设立祈祷的殿，求上帝帮助。咱伫迄搭遐拜1到拜5，差不多一天有对会早起8点、7点，有的人7点就到吼，哇，有的人真早吼，有的人8点、8点半、9点，就进入到这个祈祷的殿，咱安尼一日差不多有开放15点钟的时间呢。吼，既然愿意的，无论咱的小组受呼召倒转来的，咱的牧区受呼召倒转来，也是你有迄个感动来的，咱拢会当伫迄搭遐，透过迄个所在，因已经甲伊分别做成，成做咱正人祈祷的殿，咱好好来享受。上帝临在的迄个平安甲喜乐，咱好好来享受。咱跪落伫遐祈祷的时阵，耶稣基督上天的耶稣基督，充满荣耀的耶稣基督，伊伫天灵的祈祷的殿，也为着咱来开启，互咱会当伫地灵的祈祷的殿连接到伫天顶祈祷的殿。这就是咱祈祷的时阵，咱所会当深深相信的事。若是安尼，
咱就会当了解。为什么牧师会讲基督的殿就是全世界这个地球的顶面上界有气力、上界有气力的所在？安尼你就知，毋是靠着咱，是因为迄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上帝，也因为迄个疼咱，为着咱被十字架顶受钉伫十字架死过啊，耶稣基督的能力，伫迄搭遐的运行，通互咱知影，迄个基督的力是超过咱所想象的，所以一切拢得对基督的殿开始。阿门。咱做伙来讲，一切拢对基督的殿开始来，一切拢对基督的殿开始。阿门。会记住咯，一切拢对基督的殿开始，无论小事大事，无论是你个人的事、家庭的事、工作公司、教会，一切拢对基督的殿开始。因为安尼，咱就会当按照上帝的旨意、心意来行伊所欢喜，甲伊同工成就迄个荣耀的工作。咱看一片小小的即个医疗级的口罩，对无？咱即马真侪95%以上99%拢嘛挂医疗级的口罩，对无？吼，咱若过去敢有可能想着讲，即个口罩有遐尼大的功效，对无？吼，一个小小的口罩，竟然影响全世界，竟然因为咱的口罩的品质啊，咱的即个要求啊，咱的百姓的合作，会影响即个全世界哦。吼，所以真特别，咱看伫欧美要叫因戴口罩，较惨要叫因去死，对无？吼，这台语吼讲了足歹听对无？吼，嘿，我大个细汉的时阵啊，就妈妈安尼在讲啊，拢会学起来。吼，啊，这就足形容已经足严格啊，对无？吼，要叫美国人啊、欧洲的人要叫因戴口罩啊？为什么？因为因过去的观念就是你若戴口罩，就是你是病人，吼。啊，我就健康，你要干那叫我戴口罩，对无？啊，我就无破病，啊，你干那一直讲我是病人，对无？对因来讲，要改变这个观念，真正是无容易。吼，这是咱感谢主，因为咱17年前有经历SARS，吼，所以咱教会嘛是迄个时阵嘛，才有1个月中间，哇，拢戴口罩伫礼拜。第一届戴口罩礼拜足奇怪，你知无？吼，看起来大家啊，拢也无表情安尼，牧师在讲到底你是在拄久，还是拢无要插我，拢毋知影，对无？吼，啊，袂甲我笑一个，因为口罩拢炸掉的啊，对无？你在哈戏我嘛看无。啊，毋过因为过去迄个经历帮助咱哦，到面对伫即个全球性的即款的病毒的传染的时阵，哇，小小的口罩。全世界无想到，最后全世界拢学咱台湾，吼，拢学咱台湾，就是戴口罩，吼，唔好脱口罩，就爱戴口罩，啊，洗手，这两步尔，啊，这足简单的代志嘛，对无？吼，啊，所以无论安怎，你要教会、去银行、去公家机关、坐公车，恁拢爱戴口罩，对无？唔通安那？对。唔好脱口罩吼，对啊！愿上帝互咱会当清楚，小小的一片的口罩，互咱台湾的外交即马拢会当浮起来，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真正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因为这民主自由的，这是无价之宝呢，对无？啊，亲像咱即马会当因为这个口罩帮助咱台湾，会当遏制所有的这个疫情。咱就会当真自由，吼！要来礼拜，要去买菜，礼拜甲买菜差无偌济，对无？因为同一工拢会当做啊，对无？吼！咱拢会当来完成这呢，只是你就是加戴一个口罩，安尼尔嘛，呀，兄弟姊妹，小小的一个口罩，就亲像小小的一个基督的殿。基督的殿可能对咱过去感觉讲啊，有基督，迄是一个习惯性，迄一个有交代就好啊。总是咱无想到讲，原来这个气力是遐大，是比美国、白宫、世界的武器的综合更较有威力的一个威力呢。
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感谢主，互咱会当深信，诚说基督徒的咱讲即个基督是上帝互咱的权利，即个权利你无要使用，你永远袂当去经验迄个上帝要互你的祝福。总是你若好好来使用，我相信你逐日会当去经历，哇！你是充满活力的，充满愿望的，充满信心的。这艰难，这挑战对你来讲足简单，我只要跪落来祈祷，我将我祈祷的殿的门拍开，耶稣基督伫天顶就为着我开伊祈祷的殿的门，迄个快乐祝福。就亲像水管一般样，直接透到你的家，直接透到你祈祷的所在。阿门。所以我上帝，互咱有这款的深信。吼，地球的顶面上界大的快乐就是安那，耶稣同在，基督同在的一个祈祷。阿门。吼，咱讲地球上界强的快乐，吼，做来地球上界强的快乐。就是耶稣基督同在的祈祷，就是基督同在的祈祷。阿门。是，这就是咱的基督徒，咱爱深信的一件代志哦。好，所以咱若有这个快乐，有上帝应允、圣神的临在，三位一体的临在，这是上帝伫咱的祈祷内面的应允的。所以咱会当搁一摆来读这个经文哦，来。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搁一摆来，独独圣神。阿门！哇，感谢主吼！为着这个祈祷的议题，牧师讲咱要有几啊礼拜继续，咱要来思考哦，吼来会当互咱知影，讲咱基督徒迄个祈祷是上帝互咱的管理甲祝福的源头，咱就爱好好来把握。所以牧师特别来写这条的歌，伫今仔日咱第一摆来唱吼，咱做伙来学习，将这条歌的歌词旋律，嘛诚做会当帮助咱，诚做一个祈祷规律祈祷的一个基督徒，咱做伙来唱这条的诗歌。新的活气。
荣耀的基督所开的基督的殿，会当连接起来。我要甲你做伙来影响这个世界，这个地方，这个阮的教会，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在你透过你的回顾帮助阮真清楚知影，这个宇宙的中间，这个上界大伟咱的来源，就是阮为咱的面前，阮甲阮的兄姊妹建立真多一个基督的殿，会当透过你天顶，甲耶稣基督迄个荣耀的基督的殿，实在连接。主啊，恳求你帮助，阮的信心每一届会当来到你面前的时阵，总是看见迄个上天的基督的荣耀，把我明知，你唔知影，你甲阮同在，你唔知你阮的中间，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更较深知，基督的快乐是超过阮所会当知的。基督的快乐是你运用你的大能力，伫即大家来成就你的事。所以，阮恳求你帮助，激发阮兄弟姊妹，伫阮的厝有基督的殿，伫阮工作的所在有基督的殿，伫阮的教会、阮的小组、阮每一个所在拢有基督的殿，嘛，互阮亲自搁较济，家己甲你建立一个基督的殿，这是阮会当领受对你来快乐的一个管道。感谢你，祝福阮囡仔愿意顺服，搁较济用心祈祷，搁较济安静伫你面前，阮的兄弟姊妹，互因伫生活内面去突破因的艰难，去经历你的医治，也去经历你大大的祝福。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一生上重要的事，就是甲上帝有迄个基督美好的关系。上帝对咱的期待上大的，就是咱甲伊有一个基督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咱活地上重要的，就是有摕到一个上帝赏赐咱的权柄，就是透过基督来得胜。阿门吗？阿门。这个是咱要陪伴咱的心，咱要来奉献。奉献是用坚强、甲甘心乐意的心，将咱对上帝伫咱心中的疼来做一个回应。所以奉献对咱来讲，是一个甲上帝真亲密，也是一个敬拜的态度。哈利路亚。这是咱开始来奉献。
兄弟，请坐。这是咱要当心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也互咱会当用搁较侪时间来为着教会种种的活动，咱献上咱的祈祷。咱知伫祈祷内面，咱做工就有快乐；伫祈祷内面，咱做工就有上帝同在。阿门吗？阿门！感谢主。咱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咱的培育培育学校会当伫顶礼拜，咱有30几名伫第一届的咱的第一梯的即个生命更新营，有30几位来完成结业，2天的时间无简单。总是因愿意付出因的性命，因为因知因所做的事是对的事，是上帝所欢喜的事。培养家己的灵命，对圣经、对教会意向，怎样甲兄弟姊妹同工，怎样参与伫小组内面，拢伫培育的学校内面有伫教导咱，所以这是一个真值得咱投入时间的。过来伫昨昏是咱的门徒营第2阶段的门徒营的毕业，也有遮的兄弟来顺利来毕业。最兄弟因有真侪的见证，因为伫昨昏的门徒营是伫教引带咱来领受异象有言，这拢是对圣经所予咱的，是上帝赏赐予咱大的礼物。所以咱的培育学校拢有来引带遮的。对咱的兄弟有真大灵性提升的帮助。过来，咱过来就是伫即个礼拜有拜5吼，咱的成长班联兵就要开始。假使恁已经上过更新营，但是无进入伫成长班的，牧师鼓励你信心来邀请你呼召你来进入伫成长班。另外，咱即个礼拜6，咱的基督精兵营就是咱的培育学校的最悬的阶段，精兵营也要来开课，所以请咱的同工来注意这个时间。另外就是咱的祷告殿要正来呼召咱的豆豆小组，正做咱即礼拜的特别点召的小组吼，咱其他的兄弟姊妹赶快用咱的时间、性命，甲上帝结连。咱若是跪伫上帝面前，世界就跪伫咱的面前。所以，咱好好来利用咱的祈祷殿，甲上帝来沟通。另外，伫9月27，咱的幸福小组要启动，所以咱的小组，才会每一个小组紧来报名。咱也伫圣心内面，咱邀请咱所有的每一个小组长，咱拢会当伫。即届拢会当来开即个幸福小组，因为咱若愈无开，就愈无迄个习惯来传福音，所以咱一定爱继续落去。就参像咱的礼拜，逐个礼拜咱拢无停止，一直礼拜，因为圣经讲咱毋通停止聚会，咱嘛毋通停止传福音，所以即个呼召伫咱的小组长的内面，咱也赶紧来提高咱的幸福小组的同工的名单。过来就是10月的第1礼拜，咱要举行咱的圣礼典，有。领洗礼以及圣餐，所以咱的兄弟若是还未领洗礼，或者是有你的亲朋好友因还未领洗礼，你来引带因入来到伫咱的幸福小组，然后参与伫咱的即个洗礼内面。好，过来。好，今仔日下晡有咱的玉秀老师的学生的发表会。好，过来就是咱后礼拜拜6。咱的周嘉文老师的音乐班，所以请咱的兄弟有按照这时间，会当来接受训练，会当将咱的歌声来献给上帝。好，咱继续为着这样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庄丽雅姊妹、曾丽雅姊妹，是咱的美丁姐的新妇吼，咱也为着伊的身躯，即马伫台大病院伫遐。来带伊，咱为着伊来祈祷。雪慧姐顶礼拜牧师有去出任甲伊关心，也人真软弱，但是咱相信咱靠着祈祷，互咱的姊妹呢会当真紧徛起来，佮会当转来到伫教会来礼拜，也继续为着咱的一英长老的身躯的健康来祈祷。另外是秀梅姐是咱的余德龙兄弟的太太。开祷了有加真好，因为咱的祈祷，互伊的心灵嘛得到真大的快乐甲帮助。感谢上帝，互咱遮一切拢会当透过咱同心彼此的服侍来互相造就。
也搁有就是咱伫彰远，咱的明克牧师妈，伊的个别礼拜，所以伊厝里的人，咱的凤师兄以及会馆家庭来，恁起立一下，因要来甲咱说多谢，因为彰远咱教会伫甲因主持牧师甲因主持，咱兄弟姊妹凤师兄的小组，拢有到伫现场伫遐来做接待，然后咱的相连伫遐来献诗，所以因的家族一鞠躬来对咱表示一个感谢。好，上帝也继续来带领这个家庭，阮也继续为着恁的家族来祈祷，上帝祝福恁，请坐。好，这个是咱要来互相来请安，咱请起立。咱拍谱来，来，咱来吟这首诗歌。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事兴来充满你，断梦大力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一面更祝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欢喜，祝福大福气。来，上帝祝福你。隔壁兄弟姊妹，你来讲，上帝大大赐你福气。上帝大大赐你福气。阿门。这是咱幼儿徛地，咱请牧师来祝福的祈祷。但愿上帝极大的能力显明伫恁的中间，互恁每一届祈祷进入祈祷的殿，就看见上天的基督荣耀的能力显现。也愿圣神感动引带，伫你每一日的内面，拢经历上帝大的恩典，教育恁用，对这事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